美分面面行音乐927魅力亚洲923魅力亚太。今天呢，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帅气的男孩，他又会演又会唱，然后呢，睽违了4年，他现在终于发行了自己的第2张专辑，他是黄文星。Hello， 主持人你好，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文星。好久不见，恭喜你！谢谢。终于耶，等了很久，4年多吧？4年多了，对，4年多。总算再有一张完整的专辑跟大家见面。对，而且这次的这个专辑呢是国语专辑。第1张专辑《天地》是台语专辑嘛？对。因为《天地》你拿下了金曲歌王，在2011年的时候。是。在拿下歌王之后呢，没想到你跑去演戏了，也演得不错，有很棒的发展。就我觉得我命运还就是运气还蛮不错的。虽然那个拿到金曲奖之后就中了金曲，没有啦。可是我觉得你这样演戏，其实开拓了不一样的戏路。你这样算一算，至少少说有6、7个戏剧作品，其实都蛮夯的。有。就是我觉得戏剧的部分呢，应该是说，其实当初也没有想到会走戏剧这条路啊，那只是你没有走歪，你走得非常的好。超好，而且我觉得你去演戏之后再回来唱歌，我觉得你整个唱歌的感觉都不一样了。戏肢体的东西有对唱歌有一些帮助，多多少少都有帮助，我觉得帮助很大。而且我不晓得是那个情感的那个流泻的感觉，是就觉得你现在唱起歌来，然后再搭配你的 MV， 你首播主打歌曲撕心裂肺，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。想问你说还好吗？会冷吗？还是想着你怎么这么狠心把你丢到游泳池里面，让你在那边载浮载沉？怎么了？在讲这个之前，我有一个题外话，你知道我那个还是想着这个 MV 嘛 ，YouTube 播出上传了之后，那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会去看 YouTube 啊，看有没有什么留言啊，然后那其实大部分的网友留言都说好听，然后赞不错，好帅，对，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我真的是有一个是把他在那边留言，然后说还是想着你，然后另外他的底下就好多个回复，你知道吗？就另外我不知道，就另外一个应该是女生就回复他说你在做什么？然后说聊起天来，对，就聊起天。我说怎么会在我的那个 YouTube 的 MV 里面聊起天了？我觉得这还蛮特别，蛮有趣的啦。因为有很多的粉丝等了你好久，因为其实从2007年，对不对？2007年你开始比歌唱比赛，对，一直到现在，其实出道也算好久，这样快到10年了吧？你看现在2年就10年，8年左右，对有。对啊，你看真的7、8年，然后这些歌迷一路跟着你，看你从歌唱比赛那个还是当年的小男孩，对啦，现在越来越成熟，然后你现在是老男孩。我跟你讲 ，Hold 住顶 on day， 越沉越香。真的吗？所以我觉得在不一样的时期，你现在再重新回到歌手这个身份，是我觉得是有加分的。那你的歌迷也成长，你看以前可能是小少女，真的，现在呢轻熟女，然后开始听你的歌。还是想着他们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吧？是啊。除了白头发，就是银白色的头发，灰绿色的，对，亚麻灰绿色这样。对，很复杂的颜色，但很好看诶。没想到你却意外的 match 这个发色。因为我觉得这次既然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黄文星，那我觉得不管是在音乐上面，甚至造型上面，我觉得要有所变化。那当初唱片公司他们是觉得说。不要让我染发，为什么？他们觉得就是你这样很帅，他们就觉得那个形象比韩星还帅。不要这样想，我会被一些那个韩星的这个没有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台湾的下岗的台湾人也可以，就是很帅气。当然，我就是说，这是为染发，这是我跟公司提的啦。是你自己要求的？我自己要求的，因为你不是原本说你不敢跨出那一步？因为就跨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头发一染下去就是不归路，你知道回不去了。对，因为要补染。对啊，那是题外话。那最主要就是，我觉得如果再以黑发的方式呈现姿态呈现的话，其实跟我发台语的，因为那时候发台语的时候，其实之前那时候
唱片公司就把我塑造的那个感觉是蛮好，就是也是比较像是偶像型的感觉，是偶像，对，然后是他只是差异是在我是唱的语言是台语歌曲，对，可是我如果再次发的话，又还是黑发，那还是我觉得造型其实差不多，会让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期待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啊，所以那个你也知道，就是要有一些梗嘛。那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我觉得一定要改变头发的颜色。那既然要染的话，从头开始，对，从头开始，然后从一些造型、服装，或者是甚至从细微的妆容，都是要有所变化。那我觉得这方面呢，回响度还不错。然后这首歌还是想着你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唱国语歌曲，那只是之前在超比赛的时候有留下一些阴影，对，都觉得。其实你诠释的蛮好的，没有所谓的从台语歌的溃靠转不过来。其实一开始那在4-5年前，我记得比赛那时候是会还是听得出来有一些台语口吻的感觉，腔调。对，那后来这几年我一直不断的也在提升自己了。那我就后来我在录，其实这一张专辑我老实讲，它一开始的设定是要以台语为主。但是现在好像是6首国语歌，4首台语嘛。本来是要6首台语，4首国语，整个反过来了。对，因为我录完了1首国语之后，因为我一直跟那个配唱老师说，老师不好意思，可能我到时候在录的时候，你要帮我多注意一下，因为可能要注意我的那个咬字、唱腔，就最主要是那个唱腔的感觉。结果一配唱完，他出来，他说。你没有台语啊？为什么你会一直说你有台语腔？我说，可能我以前的那种经验嘛，对，都很多人讲都是这个样子。那我觉得是老师给我信心，他说你是可以唱国语的，对。然后后来也有几位老师都一直有讲说可以，那我才跟唱片公司说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发个国语专辑，对，然后但是加台语歌，让大家还记住黄文兴演唱台语歌的样子。对，就是不要说完完全全就我发了国语我就放弃了台语这个样子。那其实台语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。对，那所以呢，我就决定把它的比例对调过来，就是变成6首国语，4首台语。而且我觉得听到之后就觉得，这张专辑真的不一样。其实从专辑内页，不管是造型、拍摄，都请来大师操刀，林秉存大师帮你操刀拍摄。哇塞，说到林秉存，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：快很准。快很准，真的，他就是很厉害。因为他拍过太多大台这些天王天后，那所以他在这些小细节方面，他抓得非常的准。他只要一看那个感觉，他就拍下去就是对的。最自然的黄文兴，对，最自然，而且其实很多是自然的，很多因为我遇过很多摄影师，他们都可以拍得很自然，可是有些角度就会让你觉得可能脸会大啊，或者是怎样啊。就是最完美的黄文兴在林秉存大师的摄影之下完全展现。真的，就是拍起来呢自然，而且脸又小。因为脸因为每个人的脸，像我自己我就是靠左脸吃饭的，因为我左脸比较小，我右脸比较大。哇，我都没有发现这件事，你把你的头移出来看一下。真的吗？你看一下。我在研究。好像有有啦，可能是那个小时候吃东西都是只靠一边咬的。对。好，告诉大家，如果不想跟黄文兴哥哥一样的一边大一边小的话呢，就要平均吃东西。没错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黄文兴的专辑。你看，你很容易就被我误导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要转换情绪，认真的把这首还是想着认真听，因为这首歌有最深黄文兴的情感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一边听我们的广播，一边打开 YouTube 看这个 MV。是。看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说，演技配合着那个唱腔，你就好想要冲过去抱黄文兴，告诉他不要哭，他走了没关系，还有我。保证让大家看到了，就会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来听这首歌曲，还是想着你。
轻松可爱俏皮的歌曲，很适合在电台中播放。Radio 这首歌也是黄文兴的作品。是的。哇，也太好听了吧！谢谢。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真的之前压力还蛮大的。为什么压力很大？是因为跳脱不一样的形象吗？应该是说，对啦，这是原因之一啊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很少唱这种所谓的比较舞曲的东西。但是轻快又俏皮，轻快大家都会唱啊，可是它的编曲是比较舞曲又轻快一点的东西。那而且他当初来的那个 demo 是一个女孩子唱的。你如果有男生唱的话，我比较有想象了，因为空间有这个画面，但女生唱，男生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版本，对，那就有点难度了。然后我在那边想了很久，大概想了1个多礼拜。那想我到底要怎么唱呢？想到后面，我只能说用轻松一点的感觉。其实说真的是没有什么想不出一个结果出来，那我只能用说这几年喜欢听的一些不管是轻快的歌曲、舞曲也好，或者是韩国音乐也好，或者西洋音乐也好，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用那种感觉去揣摩看看。所以这次真的是没有界限啊，无界，就跟真的是无界，真的是对。而且这一次的 Radio 的拍摄，其中有一个画面就是在我们电台，就是贤玲跟黄文兴正在拍摄的感觉，是，就是现场实况转播的概念，实况转播。所以这一次其实就是要带给大家很多新面貌的你，而且另外的 MV 好像要找来蛇姬林采缇，对不对？对，宅男女神。你确定你这样走得出你家大门吗？会紧张吗？跟宅男女神合作耶。对啊，其实还蛮紧张的。笑到这么害羞？不是，因为有什么 MV 特别的画面吗？没有，因为大家只要讲到就是宅男女神，然后甚至讲到蛇姬，就是大家一定会 focus 在她的身材嘛，然后一定会问我说，文馨，你觉得她的身材怎样？一定是很好啊，那对啊，那一定会有说，那你不会害羞吗？那我一定会回答说，当然，他就是连看都不太敢看到这样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互动是 OK 啦。正常的互动，想看又不敢看，用偷瞄的，这样才反而奇怪吧？正常的互动是 OK 的。是啊。而且这次拍 MV， 听说你跋山涉水，是不是？有去南投山区？对啊，忘忧森林。忘忧森林，对，忘忧森林，它非常的里面还要爬，还要爬一段距离。哇，脚力应该很好，一边唱一边爬嘛。没有这样啦，就是爬上去之后，然后在忘忧森林，它其中有一个部分，它有很多那个枯木嘛，对，然后那个拍的那个 MV 呢是那个另类，就拍起来真的很另类。是第3波的主打歌。对。哇，很期待耶！到时候看到这个 MV， 我们要来看一下黄文兴跟宅男女神的互动，应该很唯美浪漫吧？其实我有看一下画面，稍微瞄一下，就是那个画面其实还真的蛮唯美的。我怕大家会用有色的眼光去看。放心，大家都成年人了。这句话好奇怪。开玩笑，但是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在收听的每一个人，不晓得他们自己呢本来认识的黄文兴是什么样子，但没关系，现在的黄文兴就是用崭新的面貌，是又唱国语歌，又唱台语歌，又演戏，多重面貌要带给大家。但这张专辑现在听说很特别，如果我要去唱片行，到时候是买不到的，买不到。有预购的 style。是啊，我们这次是跟全家便利超商合作，然后就是只有预购，对啊，只有在全家便利超商才拿得到。现在已经正式开始预购了。对，正式开始预购了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参与预购的朋友，到时候专辑正式发行的时候，你也是买不到。只能在这个我的新歌发表演唱会，就是2月28号那一天，去那个现场，然后买那个专辑。所以就只有到新歌演唱会，所以你还要办演唱会？对，好办。现在已经开始在售票。哎呦，赶快把资讯跟大家讲一下。对，走过路过不可以错过，因为一错过又再等4年，你不要让大家等这么久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再度宣传一下，就是我的新歌发表演唱会，在这个2月28号，
会在这个 ATT 对 ATT for Fun 的 Show Bus，然后呢，我的新专辑呢无界呢也已经开始预购，而且这2样非常特别，都是在全家便利超商才有。好，所以大家赶快锁定这个讯息。那最重要一件事，我想今天黄文兴很多的朋友呢，可能脑力不太好，你要不要告诉大家你的 Facebook， 让他们直接从 Facebook 看你的讯息比较好，比较快，因为快很准。真的讲了那么多呢，我觉得所有的讯息有关我黄文兴的讯息，请大家到我的 Facebook 按个赞，对，就有了。直接搜寻黄文兴就有了吗？没错。不会有仿冒品，不，因为我那天在找的时候有看到仿冒品，真的吗？所以要找人数最多的，然后最帅的那一个。那你会不会也有仿冒品？我等我红一点好不好？还是我自己回去测量？哪有你太客气，你现在就那么红了，怎么？因为现在天气有一点热，缺氧。好，帮黄文兴的 Facebook 按一个赞，然后锁定他的最新的讯息。当然呢，我想如果新歌首播啊、MV 首播啊，或是有什么好康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是的，没错。再次感谢黄文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跟大家分享他的专辑《无解》。谢谢。